芝麻鹽風卜肉、端午花肉、白芝麻、粗鹽、白胡椒粉、食用油、蒜末、生抽、蜂蜜或者糖。豬肉切成約0.5公分厚嘅薄片，方便入味同埋烤製。如果喜歡，可以用一些生抽、蒜末同埋白胡椒粉醃製15分鐘。提味中火，將白芝麻放入乾鍋中，炒香，注意不停翻動，避免焦掉。炒至金黃後，最後地用將炒香嘅芝麻同埋粗鹽湯飯混合，根據口味調整比例，用叉子喺肉片兩邊稍微擦少許油，然後均勻撒上芝麻鹽混合，可用平底鍋或者烤箱進行烤製。中火後，鍋預熱之後放入肉片，烤到2到3分鐘，直至金黃酥脆。預熱180分鐘嗰個烤箱，咁樣將肉擺喺烤盤上邊咧，烤到10分鐘咧，熟透咧，變到金黃。烤好之後咧，可以稍微撒上一層芝麻提香，配搭一些蔥絲或者醬油食，風味就更加好。大家記得點讚關注。